台视要来拍这出《天上圣庙妈祖》的时阵，我当咧拍《新机妙算刘碧云。我迄个时阵想讲我咧拍这出，其实我足早以前就足想要演妈祖，因进前已经跋足侪杯啊，跋到因拢心灰意冷啊。即马开始我杯摕起来，阮规排人就徛喺遐，我就开始讲，然后跋杯一杯，迄大家会当讲迄个汗拢流落来，你知道？尤其阮这个曹制作偌趣味。行，一杯好啊，就是你，行，好来走，你要做鬼啊！我要去问庙公讲妈祖足圣的，你个三杯足在，这是算，这有准算。第二杯落去，佮强啷哭一下，佮上杯，伊佮讲行，走来，安尼准啊，好啊，咱来转啊，我拢无睬。结果第三杯，我佮讲，佮哭咧，佮第三杯我怎啊目屎怎啊流落来。